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伫礼拜二的透早下，大家三出去。只是请大家安静心，来准备今仔日的礼拜。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教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真济。诗篇第37篇第7句，第7节安尼讲：要静静伫耶和华面前，听他伊。求主安静阮的心，我的灵，为着今仔日的礼拜，咱做伙来祈祷。腓立比书第4章第13节讲：想使我快乐的，我逐项代志拢会当做。求主释放伫教会牧者、长子、小组长，甲所有同工亲像，咱为着咱所有长子、咱所有同工做伙来祈祷。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真济。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为的顶摆，保护我无你试探，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是为的顶摆，保护我无你试探，带我脱离灾害。诗篇第55篇第22节安尼讲：就将你的重担交予耶稣，伊要扶持你。咱将咱身体软者、心灵软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交伫主的手中，
做伙来祈祷。马太福音第6章第33节，安尼讲：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迄个拢要煞予你。求主提醒阮教会初小的时的爱心，咱做伙为着耶子50几年的富强教会做伙来祈祷。里面的天平，因着你的性命，阮三甲主旨。求主降临，互阮的心安静，互阮单单注视，来领受主你的话语，寻求你，仰慕你。求主你的稳定降落，伫教会牧者、长子、小组长，甲所有的同工亲像，咱所有的会友，拢该三甲扶持，三甲努力。主你的光就照伫因的生命，继续赐因智慧，加添因力量，互因的服侍满开力。主，求你怜悯阮不时的软弱，阮的生命充满挑战。主，你看顾阮，医治阮，拯救阮。阮的肝愈不安，阮的病痛哀伤，主你拢知影。主。替阮拄起，主你是阮的帮站，阮的瓦克，阮的避难所。阮也只到富强教会50几年，这只是一个阶段，我们继续伫这个社区、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来做和平的经济。求主你引带阮头前的道路，装备阮的心命。阮看无你，追求你。乐乐你，敬拜你，咱将今仔的礼拜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祝福我，开阔我的心肝。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真济。愿你甲我同在，做我是唯的顶来，保护我无你试探，带我带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企图，注定充满世界。愿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祝福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示我。你的双手扶持我，赐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真济。
热心的祈求，主听充满世界。这时邀请六位兄弟姐妹，咱做伙做起立，来向咱的主求咱的乐。透早起来，乐乐主。透早起来，乐乐主。透早起来，乐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乐乐主。透早起来，乐乐主。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心交托伊，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乐乐主。透早起来，乐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乐乐主，透早起来，乐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耶稣。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乐乐主，透早起来，乐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心交托伊，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我将我的心交托伊，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乐乐主。透早起来，乐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乐乐主，透早起来，乐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咱做伙来乐乐主。真正好，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拜你，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透早起来，乐乐主，透早起来，乐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乐乐。透早起来，乐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
内有平安，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这是咱做伙来用新信息第395首，我的心事，你的手歌。
哈利路亚！我要学了天顶，阮的主，阮的上帝，因为阮感谢你，你有创造天顶地下，你有四季运转，和田园出产。你是全能永光的上帝，因为你伫你天顶地下。因为安尼，阮是你所属的百姓，阮欢喜到主你面前，同心自会敬拜阿乐，是要互阮搁较亲近你，搁较照主你的脚步来行，也照主你美好创造的旨意，活出你创造美好的款式。主啊，阮是有福分的百姓，所以阮来到主你面前，要领受这个至宝贝、至大、至好的恩典。阮伫经历着这个农历的7月，阮信主的人，阮有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人，阮是要过着一个平安的7月，这是上帝你恩典的月。愿阮用这款的信心，看见上帝你伫阮身上所显露迄个美好、平安、信心甲见证，互周围的人看见主你的疼，主你的权能赢过一切黑暗的关系。所以，阮要伫遮学乐敬拜，阮要伫遮唱出感恩的诗歌，也要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愿今日礼拜对头到尾，规个光日里，愿众人拢得到造就，得到鼓励，得到祝福。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咱依然徛地，咱做齐声来念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会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感谢主，大家请坐。这时，请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13篇，诗篇42篇。我来启，请会众来应。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有足。你的瀑布出声，深恩甲深恩相呼应。一时上主施了伊的阻碍。我要对上帝我的召唤讲：你是安怎袂记得我？我会对着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是安怎有足？着仰望上帝，我犹豫要称赞伊。请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至圣、至悬、至大的上帝。你是阮的先祖阿伯拉罕的上帝，嘛是阮因为这个信，互阮成做你的儿女。阮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主宰。你有怜悯，有温典，满有疼痛。阮的性命、气息，拢是你所收拾的。
阮的平安、喜乐，拢是你的恩典。愿阮的心时时敬畏你，互阮的喙常常称颂你。因为你是信实无变的主。诗篇100篇第50讲：因为耶和华本是好，伊的慈爱直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主啊，愿要向你献上荣耀甲尊贵感恩的祭，因为你是看得一切恶乐的上帝。愿阮一生的年日，拢活出感谢荣耀你的生活。主啊，富强教会要进入迎子50禧年，这是你恩典的记号。回想这条路，有艰苦，有挑战，嘛有满满的恩典。愿感谢你一直的保守，也恳求你继续带领阮未来的脚步。亲像以赛亚书54章所记载，爱扩大你的帐棚，嘛扩大你徛起的帐幕。愿阮教会伫敬拜、团契、关怀、宣教、甲灵命、教育各方面，拢照你的心意来发展。求你兴起搁较侪忠心服侍你的工人，无论是年长的、少年的，拢欢喜献上家己，做你圣工的器皿，用谦卑、诚实、无伪善的心来三扶持。愿阮的教会伫即个社区中间，成做一拍光灯，互人拢会看见你的真理甲疼痛，得到生命的愿望，成做别人的祝福。主啊，阮嘛少年教会中间有身心灵软弱的兄弟，有人身体病痛欠安，需要你医治；有人为生活忧闷，需要你扶持；有人伫信仰中间冷心野心，需要你搁一摆加添开力。求主亲自医治、安慰、坚固。主耶稣有讲：既若劳苦背重担的人，拢来到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恳求主平安的圣灵，今仔日临到阮的中间，互众人重新得到开力。阮着时刻想到以赛亚书40章所记载：既若听候耶和华的，要重新得到开力，亲像鹰鸟体势飞悬，行无野，走也无先。主啊，求你使阮有信心，将万项事交托你，互你的平安充满伫阮的心。阮要宣告：主，你是得胜的主。虽然世事常常变动，人的心有困扰，阮的信心却要安稳伫你的内面。靠着你，阮无惊吓，因为你已经赢过世界。亲像罗马书8章所讲，靠着疼阮的主，阮已经完全得胜到有剩。愿你的疼、你的平安、你的喜乐，逐日甲阮众人同在，互阮伫日常生活当中，拢做你美好的见证，将一切荣耀归伫至高的上帝。哈利路亚！愿安尼感恩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主
受上帝的话。今日咱要来读两段的经文。第一节的经文是记载伫箴言18章21节。喙齿会当支配人的生死，爱利用这个权的人，着承担后果。第二节的经节是民数记14章第6节到第9节。趁早迄个地的人中间，伦的囝约书亚甲亚夫尼的囝加勒，拆离因的衫，对以色列全会众讲：阮趁早经过的地是真肥佮水的地。上主若意爱咱，就会带咱入去迄个地，将迄个老年甲密的地赏赐咱。毋过，恁毋通背叛上主，嘛毋免惊迄所在的人，因会互咱吞灭，甲因保庇的拢已经离开。上主甲咱同在，毋免惊因。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来行的人。现时今日圣歌队所要献唱的诗歌是平安的7月年。那邀请到吴大伟老师用二胡甲阮做伙来学乐。献诗煞，今日牧师所要讲到的题目是带来稳定的言语系列第1讲，言语力量翻转人生。
感谢主。平安7月暝，是咱台湾面对着这个民俗的节日7月咱拢知影台湾的民俗对这个鬼神非常的惊吓咱伫这几年前这个赞美之泉，伊就唱出这条诗歌，要改变咱对7月的看法，叫做平安7月暝。我要邀请咱大家甲隔壁祝福，除了平安7月暝咱搁加讲一句讲主有恩典甲慈悲，咱甲隔壁祝福一下来。事实伫即个足根深蒂固啦迄个民俗节日嘛，颠倒是咱见证传福音的时刻。愿主将即款的信心甲气力赏赐互咱伫随时为主来做见证。咱三甲来祈祷，才来分享主的话。天顶的主上帝，你会听甲阮三甲伫地。阮伫主的内面，阮就享受到对主你来的平安甲喜乐、信心甲盼望。因为安尼，阮要通过你的话，搁一遍来坚固阮的信。阮知影有你通瓦靠，阮一切拢有平安。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这段时间有通过4个大主题来分享信仰甲咱伫这个生活中间的关系咱陆续到伫今仔日咱三要分享的是言语。下面咱有经文的后壁面会当搁做复习咱今日的主题叫做言语的气力，要翻转咱的人生。言语的气力会翻转咱的人生。翻转是一个中立的名词，翻转嘛有可能是变较歹，嘛有可能是互你成做一个美好的成就。大圣咱要讲的是讲，咱对圣经创世纪开始就宣告讲，上帝用话来创造世界，所以话是带有气力甲权柄的。兄弟姊妹，咱知影，伫咱咧讲即个系列的主题时，咱是咧讲起着，毋是一个地面上即个知识上，是咧讲起第4度空间。第4度空间的意思，毋是咱看会到的物质、声音，也是咱所看会到的即个第3空间的即个世界。迄是一个属灵的世界。属灵的世界也拄好，甲咱的信仰产生一个结连，产生一个接触，所以无受物质、无受时间甲空间支配。迄个9维度的空间，这9维度的空间的意思是，人必须要用信心、心灵去领受，毋是咱所面前看会到的。当然，咱拄则有讲，这属灵的世界有4项要素，这4项要素就是思想、你自我的概念，搁信心、梦想、你的梦以及言语。这4项颠倒会当来支配咱所看会到的时间、空间甲物质，这个是3度空间。这个意思可能有点仔抽象，但是咱真侪人成就一件代志，毋是看到头前有的遐个技师，头前遐有的器具，是你的念头、你的智慧、你的创意，甲你的信心、甲你的意志，敢毋是？这个物件讲起来拢看无的但是这个人有成就，这个人失败，毋是伊的资源多甲少尔，因为思想、信心、梦想甲言语。当你领受到这款的气力的时阵，你会当改变你看会到的世界。这就是咱咧讲上帝的旨意伫地面成就。上帝旨意要伫地面上成就，咱讲愿主你的旨意伫地面上来成就，亲像天呢，这个意思。咱若要搁较详细来讲这4项，咱知影讲这4项彼此拢
非常的紧密未分节啊，会互相影响。思想、信心、梦想甲语言，咱若是伫思想的内面，信心甲梦想，这拢是伫上帝照上帝意思来行。那安尼就是讲，咱无论拄着什么款状况，咱拢会当宣告出积极、肯定、充满创意的语言。安尼听有意思，就是讲，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情势、这个环境，都毋是照你所判断的安尼，毋是你想法的安尼。但是因为通过上帝所予你的信心、望、思想，啊个言语，你会当改变。改变毋是你人有啥物才调，是你活伫上帝所予你的气力内面。啊，所以咱才会讲，通过属灵的世界、属灵的信心甲信仰，咱伫第四度的空间，因为安尼，通过思想、信心、望、梦想，然后来掌管咱的嘴，咱所讲出来的话。因为这么，咱讲出来的话，就是你心内有想啥，才讲什么吼。啊，心有所想，啊，嘴就有所讲就对啦。啊，所以这个人一个嘴讲出来，你就知影讲，啊，这个人精神袂歹，啊，这个人吼最近心情歹款。啊，这个人讲话天讨，就是伊无咧黑白想，伊就是黑白想，啊是讲已经精神涣散啊。啊，所以咱会当对一个话看见人的心。啊，所以你知影，这个社会吼，这个有人专门咧研究人讲的话，特别是遐咧观察政治人物，吼，伊讲出迄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外表是讲一句话，内面什么意思？真侪人会晓去研究这个。啊，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用话来创造这个世界，咱拢对创世纪知影，伊互无变有，只有上帝拥有互无变有的能力啦。咱知影讲这世间吼，你要做一条椅啊，啊，你要做一个家具，做一项物件，你若无物件，要哪做会出来？你袂当讲凭空变有啊，但只有咱上帝，上帝是用伊的话。充满着创造的大能力，也是根据这个，咱是上帝所创造的。但到底话伫咱身上有甚物款大影响呢？咱今日要学习的。咱知影犹太人除了圣经吼，啊，因是无读新约啦吼。犹太人因有一个希伯来圣经以外，因上界重视的。一个经典就是叫做塔木德，塔木德这个经典，咱若去市面上啊，去网络找吼，台湾的翻译，也是讲有加摘要重点吼，哇，足侪版本就对啦。这犹太圣经叫做塔木德，吼，啊，咱这个富隆街遐有一间塔木德饭店，迄名吼，应该是迄头家毋知安怎去想到的款，用这个名来号一间饭店吼。啊，内底有讲，伊就想伊个智慧的册就对啦，有点仔像咱华人在读四书五经共款吼。啊，内面有一段话咧讲起着言语的重要，言语的厉害就对啦吼。啊，咱小可来了解看卖咧。这塔木德讲着言语的威力，伊讲言语虽然无手，但是会当做手所做的代志。安尼知影吼，咱拢足清楚的。咱是大人，啊伫咧灶骹咧做工课，啊人讲某物人啊，去甲我买一罐豆油啦，吼，安尼啊豆油就来啊，对毋对？迄个言语无手，但是手会当做手所做的代志，不止会当杀人，甚至超越杀人的限制，因为手只敢若会当杀死周围的人，言语却是会当杀死远远的人。迄个话所产生起来影响咱，咱知话佫进一步就是命令，佫进一步话就是驱使，啊，负面就是压迫、霸凌，这话拢会当产生一种咱人手所袂做的气力。啊，咱嘛讲话亲像一支利刀啊，对毋对？一支利剑，
但伊佫讲，言语佫亲像钱共款，确实比钱较厉害。因为钱还佫会当用你的武器手来动，但是言语所发出来，迄个惊人的想象，互咱无地通好囥安尼。意思讲，若即个话是一个危害性的，迄厉害伫遮。咱捌听起一句话讲“一言兴邦”，有无？吼，一言伤邦。有的政治人物因为一句话落台，遐尼七位，咱既然遮尔知，拢是讲这都当作生活上的俏谈来讲啦。但是请会记得，若对信仰内底，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因为咱今日所读的圣经节，箴言18章21，伊讲出遐尼大的提醒哦。因为语言会当左右咱人生。伊安怎讲？咱做伙来读这段蓝色的话白来。生死伫指头的关下，喜爱伊的，要食伊所结的果子。伊讲到生死啦，伫指头的下面，哇！咱嘛知影古早迄个极权的社会，皇帝讲爱伊的迄个下骹手吼，要生就生，死就死呢，死就搁死，你敢知？所以迄个话所产生起来，影响咱到古早箴言就甲咱讲啊，生死伫指头的关系，爱伊的要食伊的果子。咱台语吼拄则我谈到，其实台语则较顺啦吼。伊讲喙齿会当支配人的生死，爱利用即个关的人，就承担伊的后果。喙齿所以咱伫雅各书嘛看真济啦，讲迄齿吼是影响咱的人生甲命运的。咱今日要讲的是较正面的，齿话语所产生的大亏力。即个吼，毋若是咱伫圣经内底讲哦，伫信心内底讲，连伫科学家伊嘛做这样的研究啦。就是讲，圣经有讲到，科学的领域中间嘛讲出即个理论。当然，牧师毋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对册研究，伊甲咱讲出即个方向。大要是亲像一个科普安尼吼，就是讲语言的创造力的理论，甲咱的大脑有关系。伊讲咱的大脑甲脑干吼，会当分啦吼，这是一个科学的名词，讲一个较古老的部分，就是出世就有的。一个是慢慢演化，你接触的。你所拄到的，你所听到的，你所读册学习来的，这个脑有两个部分。伊个旧的部分，毋是讲伊较歹啦，伊个旧的部分是讲你生来就有的。比如讲，脑干甲旧脑区会自动控制咱的呼吸。你喘气，敢毋着过你甲伊通知伊才要喘，吼，意思是安尼啦。你的心跳、你的消化，这拢无意识的动作，但是有脑咧甲伊指挥呢。不，你讲我食物件，食了无爱甲消化，安尼不得了啊！这个生命老早就无去啊。所以伊是咧讲，这个部分，上帝创造这个部分，甲咱身躯吼创造迄自动的脑，甲咱控制，喘气，巴肚枵食饭吼，消化，搁心跳，咱心脏咧跳吼，毋免听你的指挥，伊自动咧跳。伊讲这个吼。你若要靠你的意识来甲指挥你的乱糟糟，你就绝对生活足艰苦。这叫做脑部的旧的部分啦。咱嘛知影讲大脑，咱若是照科学家也是研究讲脑壳内面吼有迄个旧脑，搁新脑。旧脑是咱拄仔讲迄旧皮迄个自然的活动，但是新脑的意思是讲，伫咱的大脑的皮质、前额叶皮质吼，伫遐。是正做咱意识的控制。旧脑拄则讲管生存基本功能、呼吸、心跳、消化。新脑负责什么呢？新脑负责思考、负责判断、负责语言、负责推理、负责创意。这有人要经过学习、经过思考来操练安尼。换一句话来讲。上帝生咱来，咱就自然会呼吸，会巴肚枵，才会生活的本质。但是心脑咧控制较悬的层次啦，决定你的
思想、决定、判断遐有意义的行为。啊，即个吼讲起来，科学家的研究是安怎呢？即两个脑吼互相执行迄个无共款的功能。啊，自律神经就是古脑，但是有会当控制迄个生命的机能，啊，嘛会当接受新脑的指挥，会当接受新脑的指挥，讲啊，我即马要安尼吼，啊，古脑会听你的命令呢，啊，这就是表示讲，咱脑部的咱身躯的变化，迄个新的脑会影响咱，啊，这是咱信仰的部分，真大的改变。因为新脑会分析客观的事实甲事件，啊，甲伊传来伫即个古脑，那安尼古脑就对即个信息来反应。天气炎热，咱新脑甲咱古脑讲，这身躯吼爱保护呢吼，爱小可较有较凉的所在，毋通曝日啦。啊，寒人的时阵讲爱衫爱脱衫爱穿衫，这拢是咱新脑所吸收起来对外界的知识安尼。但是伊关键吼，这是科学家的研究啦。关键，互人感觉真安尼惊着惊的，就是讲，古脑袂对客观的代志反应，伊就安尼就安尼。你若无甲指挥，伊就安尼照安尼行。啊，但是新的脑对伊的指挥，伊就开始有反应。啊，这就表示讲，咱的信仰，咱的属灵的世界，会当改变咱迄个旧的。原来，比如讲，我要做这，我要做迄，我要行好，我要行歹，是迄个新脑所带来，特别是对属灵的世界、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信仰，会改变一个。啊，所以兄弟姊妹，当咱若是活伫主内面，新脑会有甚物款的反应呢？比如讲，这个代志的确做会成，毋免惊，试看嘛呢？这就是新脑互你的指挥啦。啊，你旧脑的也好，啊，你甲叫我安尼做，我来做看嘛。虽然知影会失败，我嘛要甲做安尼。吼，这是咱所讲的科学家研究，甲咱的信仰有一个较合的所在。所以，因为新脑有甲伊指挥讲，这个环境歹，我嘛是爱拍拼。这个经济吼环境遐尼歹，咱嘛是爱认真。你当你有这款的决心的时阵，旧的脑会配合你的行动。啊，接受迄个积极的信号，所以信主的人，是若讲信心的成就，就是这个意思。兄弟姊妹，这会做科学的研究呢，互咱通看见讲，将头脑内底的思想讲出来的言语，明确讲出思想，比单纯互事情互旧脑接受更较明确的信号。就是讲，我有迄个意念，但是话讲出来。迄个明确更较清楚，所以照着言语直接来命令旧脑，来影响咱身躯的新陈代谢，迄个言语就带来强大的快乐。安尼虽然好像有点仔理论啦，简单讲，就是讲，当你有即个信心，有即对主来的仰望甲快乐，你会互你旧的我变做新的我。咱甲上帝祈祷讲主啊，我若伫主的内面，我就变做真创造的人，咱原来是这个旧的，是安怎会改变？因为对信心所来，所以言语直接命令旧脑。所以言语不只是影响咱的身体，甚至带有改变周围的人，啊，甲周围的命运的真大影响咱。既然这个基础是安尼，兄弟姊妹，咱基督徒的确都爱掌握着言语的快乐。所以言语就是一个命运的方向盘啦。你要开去倒去，这个言语会改变你。就你开一架车，你要开向一个水的所在，吼，开一个风景非常水的所在，啊，看到迄个好山好水，也是要开去一个按路光漫的所在，含落伫内底。所以言语好亲像在决定咱人生幸福，也是悲哀的方向盘。有时呢，甚至扮演决定咱命运的角色。因咱人嘴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快乐，迄个快乐超过咱的想象。所以咱讲言语亲像方向盘，你亲像车，你的方向盘啦安怎运转，你的目的会无共款。人生嘛，因为你嘴里所讲的话，
的言语无相同，伊扮演着决定命运的角色。因为安尼，咱大家想一下，你对细汉开始，你所接受到的话，是较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甲你学落的，还是甲你骂？是甲你鼓励，还是甲你踢笑的？这拢影响着咱的人生哦。所以这嘛是咱是安讲，决定什么是好的老母、好的老师、好的爸母、好的老师，遐尼重要。因为老师甲爸母的喙，在训练出一个无共款的囡仔。所以会晓发现囡仔学生的长处就是长处啦吼，开发伊的长处，不但该鼓励，不管该塞，互伊迄个好来成就。这嘛毋甲拄则来讲大脑、旧脑甲新脑共款，嘛是有一个科学的研究吼。这个研究有人改称叫做毕马龙效应。这毕马龙效应就是一个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叫做罗森塔尔吼。所以有人嘛讲，因为伊发明的这个理论啦，所以伊嘛叫做罗森塔尔效应。这罗森塔尔效应听起来个足学术，其实简单啦吼，简单的一个试验。这罗森塔尔，这罗森塔尔安怎呢？伊伫学期一个学校学期的基础的时阵，交互伊的老师一个学生的名单。伊无甲老师讲啥，伊讲交代讲，这学生照阮的检定的结果，这囡仔足有潜力的。所以你好好甲伊教育，好好甲伊鼓励，以后的确有发展。意思讲，这个教授甲这个老师讲，你来甲我做伙配合这个试验，我互你这个名单吼，这囡仔足优秀的，你好好甲教，的确有成就安尼。伊讲1年后吼，哇，这囡仔的成绩有足好的进步呢。毋是只家伫成绩而且伫人际关系甲个性方面嘛改变非常的好安尼。哇，感觉讲咱这个实验哪会遐好？但是呢，事实是安怎？这罗森塔尔遐名单的学生伊凊彩拣的，伊凊彩拣，毋是讲真正智商测验训练甲口试拢无啦，凊彩拣的，真普通的学生。但是因的成绩会遐尼好，表现完全是这老师对因肯定，对因讲恁是足优秀，所以你一定会成就，所以不断甲因鼓励，不断甲因称赞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嘛是有科学的印证呢。所以咱每一句话拢有改变别人的规律。所以咱特别是咱基督徒，咱的教会，咱定来讲咱。富强教会有一个3田，对不对？口田、脸田、心田，这毋是一个口号啦，就是讲对咱心底所带出来迄个水的影响，这毕马龙效应就是安尼。所以用称赞甲鼓励的言语来代替批评甲指责，就会引带咱行往一个美好的人生。换一句话来讲，生活的条件甲环境是中立的。你接受无共款的态度，会产生机会也是危机啦。所以积极肯定的话，要带来极大的成功。这咱会通对拄则咱读的第2段经文看到，去迦南地探险的12个探子，因是找到共款所在，集体行动，做伙伫迄个敌人的所在过40年日，对毋对？但真奇怪对无？10个甲另外2个完全意见无相像，见解完全无相像。所以咱通看去讲，迄个言语所带来影响甲溃烂啦，无共款。这个故事咱的确读圣经嘛，拢真清楚。就是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要到伫加底斯，伊就要求12个支派族长派出12个探子。去迦南地来40年的查探，这12个探子，咱拢知影，因集体行动嘛，共款场合出发，40年日做伙食，做伙啉，做伙困，做伙开探迦南地转来，
以色列人足期待讲啊，恁转来要甲阮报什么消息啦？这是12个探子因去探的这个路线，这个路线，去哩到迄个迦南地区探都搁倒转来，因为伊那搁伫旷野嘛。所以12个探子排一日开始要讲啊。安怎讲呢？咱若是讲迄10个先讲，因10个人较大阵嘛，因安怎讲？讲遐个去探查的人对以色列人宣布谣言讲。阮探查行过的地是吞食人的地，佮看到住民拢真大汉。阮看到阿拉伯族的人就是大汉人，因是大汉人的后代，甲因比起来，咱亲像草莓，因看咱嘛是安尼。哇！这个话你听到会惊袂？因为我无去啊，你甲我讲安尼，我敢敢搁去？咱台湾人早前开始。出外去咧做生意、做事业，对毋对？哇，东南亚逐个四过去啦。头前去的人，若转来甲你讲啊，迄所在无好，我毋通去，迄所在危险，话也袂合，政府足贪污的，毋通去。你敢会阁想要去？你想讲，哎哟，你头前探路，我就毋通去啊。早前咱20-30年前足爱去中国做事业，咱嘛是看讲，哇，迄个时阵。做事业袂歹毋来相对去。伫这中间，有2个人感觉讲，恁讲的毋对，恁讲的完全足消极，无信心。恁目睭看的可能是事实啦，但是我看到的是上帝给我的，上帝所应允的，上帝要互咱改变。所以呢，咱知影。加勒甲约书亚伊安怎讲？这个是这台语的遮探查迄个地的人的中间，论的囝甲约书亚甲亚芬尼的囝加勒，拆离因的衫，对以色列全会众讲：阮探查经过的地是水阁肥的地，上主若意爱咱。就会带咱入去迄个地，将迄个流奶甲流蜜的地赏赐咱。兄弟姊妹，咱拢真清楚，即个话无共款，无共款。约书亚因讲，毋过恁毋免背叛上主，也免惊迄所在的人，因为互咱吞灭，甲因保庇的，拢已经离开上主甲咱同在，毋免惊因。兄弟姊妹，10个对2个，看起来是10票较大票嘛。也毋过2个靠信心，互以色列百姓无伫遐来退让，因勇敢进前。所以言语的规律伫遮。假使以色列百姓若是听迄10个人的话，今仔日就无以色列国啊，就无以色列民族啊。但迄个改变是因为因我靠迄个看袂到第4度空间迄个属灵的世界，上帝的应允。虽然事实看起来真正，亲像迄10个人所讲的，哇，对的是遐尼强大，咱亲像草莓。但是约书亚甲加勒所看见的是信心所带来的改变，愈危险，我愈得会到。所以积极的语言有带来创造咱的，这是咱今仔日所要讲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言语带有破坏力，甲创造力。有积极的言语开创出积极的局面，但是消极的言语当然同款嘛是带有规律啦。但是问题是往往带来破坏。兄弟姊妹，请你记你每一遍你要讲的话，你小啊想一下，这个话是毋是带来鼓励，还是带来伤害？有一个故事咧讲。伫欧洲有一个庄脚，有一个天主教堂因天主教堂伫礼拜日拢会望弥撒，望弥撒就是领圣餐啦。有一个迄个因望弥撒的次数是比咱咧食圣餐较济，所以拢有一个少年囡仔小朋友叫书祭，就是讲边仔咧甲亲父斗芳遐个饼甲葡萄汁的。一个少年人因为无识字啦，甲圣餐用的迄个葡萄酒的杯落伫涂骹。
哇，安尼是无细字嘛，囡仔人吼，但是无拍算，迄个媳妇吼脾气足歹，甲扇喙配你敢知影？吼，生气甲，讲你吼后摆毋通过来徛这段，连这也袂晓诶，哦骂啊！哇，即个囡仔吼听到这个话，伊感觉讲，哦，无采我来教会吼，来天主堂啊，要来帮忙啊，你甲我骂甲安尼，伊感觉即个礼拜堂啊，个神父吼无自卑啦，足惊诶，啊，所以以后就离开正教会啊，嘛离开信仰啊。啊，即个故事咧讲到吼，即个少年人大汉了后，就是称做南斯拉夫，咱知影，伫迄个南欧诶遐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伫迄个差不多伫建欧有一个足残忍诶独裁者。这个独裁者叫做迪托，迄阵是个共产世界，啊，伊即个人吼足残酷的就对啦，对因这个国家足大的威胁。一个神父所骂囡仔后来变做安尼呢？当然是毋是讲完全拢是伊的关系，但是是咧印证讲，即个囡仔无受鼓励，无受安慰，伊后来归去行伊拍的即边啦。但是另外一个故事讲，另外一间教堂，嘛共一个囡仔，少年囡仔咧帮忙神父的时阵哦，无细字甲迄个酒杯落落啊。但是即个神父吼，甲伊鼓励甲安慰，伊足诚实承认伊的错误，颠倒受到侮辱。即个人大汉了后，成做美国出名的大主教，叫做富尔顿西恩吼。即个富尔顿西恩是美国一个真出名的主教。但是即位一句简单的话，竟然会通影响到安尼，所以你就知影讲，咱做老师的，伫组织了，伫咱团契，伫小组，哇，迄鼓励话吼，惊你讲无够尔，因为即个毕马龙效应是科学证实过的。一句鼓励话产生甚物改变呢？咱知影讲，即几日发一个有哪？因为大家拢联考嘛，读大学嘛，即个消息伫遮。今年因为伫学习历程的档案丰富吼，一个台中的高中生考到4间医学院啊，因为无细字吼，甲伊的迄个，伊是讲我的经历写了无好势，哇煞互迄网络的人吼，甲攻击，啊煞即4间医学院讲歹势啊，我袂当甲你接受啊。袂当接受伊的学历就对啦吼。这台中的高中生吼，用35日啦，35天，赶紧搁转去学习，甲所有要考的试拢搁定学习，搁重新考到咱成大医学院，可能即马准备要来读啊吼。这高中生吼，伊咧讲啊，伊前日咧讲，伊讲我是安那，剩35天，我要搁加定课的。伊讲因为因老母一句话。因老母甲伊讲，这个册你捌做过的代志，你搁重做一遍啊，敢有啥物困难？妈妈甲讲一句话，伊讲安尼好，35天，3年的读的册，搁重新复习一遍，要考试的题目搁重新考一遍，伊搁重新考到成大，比原来录取的学校搁较好啦。你就知影讲，老母的一句话，互即个囡仔偌大的信心，吼。我相信即个囡仔经过即摆的经历，听讲伊互人4间学校甲取消的时阵，伊37公斤啦，37公斤，伊是讲无缘无故，伊是好心啦，讲恁后摆若要申请学校哦，像我安尼袂歹哦，我写出我的经历，无拍算哦，小可点误差写了无好势，就迄网络顶就甲攻击回4间学校袂当读，但是因为老母一句话，互伊重新改变。但是话，咱要三甲来学习，迄个话是安那对咱影响安尼大。箴言6章第20讲，就你喙中讲的话甜，你会互喙讲的话甜调的，喙内言语甲你掠着，这是中文的。咱台语是安那讲？讲你就互家己讲的话斗着啦，斗着，甲你斗掉的。互家己答应的话甜着，才会记得
话吼，毋通讲伤紧，也是讲答应了伤紧，啊无你就安尼互伊打掉的，互伊甜掉的啊。啊，所以讲出恶老的话，这上省对毋对？恶老的话上省就对啦，啊，毋过上有路用。但是你乌白答应，后来你就为着即个来付出代价，经验所互咱的学习。现在即个愿咱大家互相来勉励，咱话讲倒转来结论来讲是讲，咱人是上帝所创造的，照主的形象所做的。所以，亲像上帝照着伊的话创造世界，请会记你基督徒，你做父母的，你做时代的，你的话带有惊人的创造力。因为言语的气力，也亲像上帝伊用话创造世界，伫咱的身上有迄个遗传因子伫内底。啊，所以咱读圣经，咱伫分享，咱伫讲话，有的人讲话，人足爱听。讲一句话，亲像春风安尼，哇，足凉爽的。啊嘛，互人一句话安尼，亲像尖在插，啊，足艰苦的。啊，上会会发生伤害的话，毋是一般的人，尤其是咱家庭内底的人。家庭内，因为咱家庭哦，咱心较无封闭嘛。啊，凊彩讲出来就伤着啊。翁仔某、爸母、囝儿，常常是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大家互相来勉励，言语带有极大的威力。咱做上帝的囝，咱来甲即个身份会相对称，会当用正确、积极的言语，伫生活中，虽然通过你的话、你的积极、你的信心、你的愿望，你对上帝领受的祝福，就侪新业要发生。愿主将这款的平安赏赐伫咱。要咱看见这个话的重要性，兄弟姊妹，下面咱要先做一个祈祷，然后要请咱有两个这个车牌式，一个车牌就是咱中保大岛的53期，咱拢总有81个人，有90人厝要来做宣告，第一场甲第二场，然后咱阁有对9月开始。啊，咱要推动迄个幸福小组、甲福音地会，咱要请这代表到主面前，咱大家三甲来宣告，也三甲来祝福。咱先来做祈祷，再来三甲吟诗。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疼痛，你的赐福满满伫阮中间。主啊，你用话来创造这个世界，互无变做有。所以话毋是阮的喙舌叮当啊就发出，是对阮的思想。对阮内心的意念所出来，特别是若甲主迄属灵的世界相结连，即个话要带来改变甲开力。主啊，阮常常伫生活中来讲出恶乐、肯定、鼓励甲祝福的话，要伫阮的心上，伫阮的身边发出真大的改变甲成绩。愿主互阮看重即个言语的重要性，是因为主你甲阮讲，阮喙舌会当支配人的生死，爱利用这个权的人会承担伊的后果。愿阮大家拢细致谨慎来领受。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要三甲来吟首回应诗，咱要分两段来吟。第一段咱要吟第一节甲第二节，啊吟诗的中间，咱要请。咱第53期中保大岛的同工陆续行到头前吼，咱头前，咱看银幕做伙来做祈祷祝福，咱三个来吟首诗歌1节甲2节。三个来吟，为主来做一干净。主是一好朋友，咱开始来哦，免客气。求主听堂来保佑，好人心无成就。为主来做一干净，永歌求主耶稣。为主来做一干净，永更救主耶稣。两排不要紧，
你主来追忆感情，因父就幸福享，不用救助我天堂，海南帮杀性命，为主来追忆感情，因更救主耶稣，为主来追忆感情，因更救主耶稣。今日即个咱感谢主，咱的中保大道已经进入到53期，这是上帝奇妙恩典。伫咱教会中有真侪的事工，但是要紧中的要紧，是因为咱有一个祈祷的团队，真侪咱甲上帝恳求交托，将咱的欠缺甲软弱交托，也通来感恩甲懊恼献求主。即期咱有81位兄弟报名，有的人有2点钟的款，所以有90点钟。意思讲一礼拜内底有90点钟，伫密房、伫祈祷室，有人伫替咱祈祷。这是上帝互咱奇妙的产业。咱明年54年的时阵，咱嘛望讲，通过咱即个祈祷带来上帝恩典的经验，要来分享互正教会。所以这有的是咱老勇士就对啦吼，有的是新加入的。我要请咱有的手中有摕着纸条也是看银幕，咱要做伙伫主的面前来做宣告甲祈祷。当我讲我的时阵，你就念你的大名，咱一段一段拢有3段，做伙伫主面前来恳求求主，互咱伫过来4个月的时间，真侪忠心的仆人伫祈祷室的中间。遵守主的教示，将主的应允伫主面前来做祈祷。咱做伙准备，来第一，我来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甲赐派，忠诚委身伫教会中的中保大道事工。第二，我愿意遵守中保祈祷服侍的时间，参与守望祈祷的责任甲使命。第三，有关伫大道室，逐项教会事工甲个人的大道事项，我愿意逐人拢保守秘密。愿上帝甲我伫地，也垂听我的祈祷。阿免。即牧师来做祝福的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富强教会有助力领受这属灵服侍同工，已经第53期。伫120人的中间，有一群忠心服侍主的百姓兄弟姊妹，忠心将时间奉献予主，伫祈祷室中间来为着教会、为着国家、为着社会、为着每一个欠缺兄弟姊妹献上祈祷。主啊，你看重这款的服侍，是因为阮尊主最大，阮知影主你若同意，一切代志拢要改变。主你若应允，一切艰难的事也要变成实现。所以，阮将这个祈祷勇士交托上帝你慈悲的圣手，互因伫这段时间会当无受阻挡，当准时到伫祈祷室来排列因伫主面前的祈祷，也互因伫这段时间生活作息、身体勇健保守，拢有上帝你奇妙的看顾，互因家己亲自经历着祈祷所带来迄个信心甲快乐。因为因性改变，所以祈祷就带来更较大的快乐。为着别人祝福，为着别人代祷，也看见代祷的对象有上帝你奇妙的改变甲应允，这是阮上大上大的报赏，心内上大上大的喜乐。愿主施阮赐福，伫所有代祷者，互因知影有主你通倚靠，伫密房甲主三同工是上水上美好的时间。感恩祈祷，恳求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祈祷，靠耶稣的名求，阿免。咱请大家向后转一下，请同工有人翕张相无？有人同工有翕相无？
啊，来留一个照片，咱甲拍拍一个，过来拍拍一个来。哇，咱今日阵容特别庞大啊，吼，好，翕起来，哈，好，谢谢大家回座，哈，谢谢大家，多谢。咱嘛是金鸡胎啦，吼，咱人讲明年50禧年，吼，咱81个报名，咱搁欠19个，看会当都破到100个无？100个守望的同工，啊，咱即马即个对面大楼1楼的即个祈祷室咧整修吼。啊，过来搁较舒适啦吼，啊，都咱真期待吼，期待咱搁欠18位啊，19位啊，大家来报名，会当突破到你若想要试看嘛，你会当甲咱的即个持宝老师报备，讲我要来学习吼，啊，伊会当甲你做该说明，啊，小等下咱礼拜三吼，咱只第一摆参加的兄弟，请会记哩啊，咱到是2楼是无啊？2楼啊，伫遐要甲你做说明哦，要怎进行，有啥物需要知影的代志。搁煞接，咱感谢主9月有咱即个幸福小组甲福音地会吼，有遮个同工要伫主的面前做一个宣告出发的意思啦吼。啊，咱第一场礼拜有遮个小组，我念一下，咱来吟诗来准备吼。第一个幸福小组是乐活共学营，是咱的密侦小组吼。第二个就是咱即个扬起幸福留住，又是由泽荣甲4道手联合主办的即个幸福小组。过来是和主相遇会有幸福的王慧琪老师所带领的喜乐小组。啊，搁有3营小组要来举办福音地会，啊，搁有果子小组杨胜吉组长。所要举办的即个果子小组的福音地会，啊，搁有亚比斯小组的福音地会正宇小组长，啊，咱伫吟诗的中间，请恁无论是团队也好，也是小组长带同工来到主面前，咱做伙要来祈祷宣告吼。咱来吟第3节甲第4节，要诗歌吟的时，请来到头前。第3节，副长嘛会当带做伊吼。为主来做伊干净，咱着保守公义，我无尽力来干净，永远袂为他人。为主来做伊干净，永更求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永更求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心里做滴水清。他过来一边先。我正让在来永静，挪为高天顶。为主来做伊干净，永更求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永更求主耶稣。咱是感谢主有这阵福音的勇士啦吼，啊为着要互恁吼看银幕较会好势，你搁退一步安尼较好看。啊，来，咱要先读一段圣经节吼，一段圣经节，罗马书第1章13节到15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好无？兄弟姊妹，无论什么款人，开化也是未开化的，有智慧也是无智慧的，我拢欠因的债，所以我迫切仰望，嘛会当将福音传予恁伫罗马的。咱教会进行到这个福音小组甲福音队已经第8期啊，表示有7、8档的年语。咱是仰望讲，这个传福音真做是咧咱的 DNA 就对啊，咱的文化。无讲要传才来传，是讲本来就爱传啊。因为圣经甲咱讲，无论得时不得时，咱就传福音。进前咱嘛有来介绍这个白纸布道法，就是讲咱随时伫咱身躯边有一款无道友。也是咱的亲人好友，咱能将福音传予因。遮徛伫头前的，就是有办即个较侪期的福幸福小组，有的是分2、3摆举办迄个
福音大会，我只是要请恁来看迄个银幕。若是你办幸福小组，你就念幸福小组；若是你办即个福音大会，你就念福音大会来，咱准备来做一个祈祷甲彩排咱讲我的时阵，你就念你家己的名预备一，我欢喜领受上帝命令甲彩排，忠诚委身伫教会幸福小组福音大会福音事工。我要遵照主耶稣的大使命，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甲因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的教示，尽力传福音，拯救灵魂。第三，我要遵守教会规矩，甲幸福小组福音大会副长、小组长、组员同工，同心合意传福音，求圣神做工。感动每一位慕道友来领受福音，求主上帝来保守我们。阿门。牧师来做祝福的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福阳教会，毋只干那领受40-50担上帝你的恩典，阮阁领受这个大使命，就是阮时时刻刻将主的福音传予阮厝边朋友、阮的家内人、阮的同事。互因会当担着即个福音美好的果实。主啊，阮拢咧学习要安怎有效来传福音，所以阮有时通过幸福小组一遍搁一遍，将这个百姓的慕道友，互因明白真理甲福音。有时阮是通过轻松的地会，互因知影教会是遮尔亲睦，是真水参加的所在，互因心柔软，心拍开，欢喜接受主。爸上帝，徛伫头前，遮个兄弟同工，有诶办幸福小组，有诶办理福音大会。阮知影，有上帝诶同在，圣神诶同在，因就要讲出美好祝福诶话语，传福音诶话语，互侪人心拍开来领受即个宝贵福音。互阮伫廿至50几年，要更较侪属灵诶果子来得到丰收。伫你面前，奉你诶名来祝福每一位侍奉者。无论是做小组长、副长，也是组员，也是边仔帮衬的，愿主拢亲自甲因同在。阮正向日时话，也要同心带祷来守望扶持，互主你的圣工大大祝福。互阮到年底有上帝你美好的果子来享受。伫你面前，安尼祝福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咱写后传，我们来拍拍甲因鼓励一下，好无？哇，真侪人我简单介绍就好来，乐活共学营密侦小组举手一个，举手一个，来拍拍鼓励一个因要办哇7-8摆因这摆办上侪摆，因安怎呢？因是用迄个手作，做手作一大堆人相真要报名。咱甲伊讲，你手作爱听我讲福音伊讲好安尼。所以因要办8届，搁足紧就截止因为袂使伤侪人无位咱为着因祈祷。第二组是扬起幸福留住的泽荣西道小组，也手一个来。伊嘛是要办幸福小组，因是2个小组联合起来，要招一寡 best， 通过因所办的活动，来认捌信仰搁第三就是和主相遇会有幸福的喜乐小组，也手一个，好无？因嘛是要办差不多4-5摆的即个幸福小组甲福音大会2个小组即个小组伫遮来领受祝福，愿主亲自甲因同在。过来有办理即个福音大会是咱的3人小组，也手一个3人小组，感谢拍拍过来是果子小组，咱的圣吉小组长，鼓励。到雅比斯小组对。事实徛伫头前遮共一个牧区啦，到咱的约书亚牧区长也手一个，感谢主咱请大家拍翕球上好无？咱大家讲富强50向神奔驰，预备来，富强50向神。
哦，正手举起来，来，感谢主。哦，拍拍啊，请回座，请回座，请回座。咱保罗牧区吼有5个小组，伫第2场要来做祭拜，啊，佫有咱的新老病院吼，因逐年拢办哦吼，啊，咱的启动小组吼，啊，咱求主甲因伫底，感谢主，咱甲时间交互咱的师会，咱准备来做奉献甲报告。即时来奉献。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请坐。即时咱做伙来背本个月的金句，请咱做伙用台语来读2摆。请，着真啊济，通互上帝看做可取无见效的工人，正确解释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着真啊济。通互上帝看做可取无见效的工人，正确解释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这是我简单来报告。下周侍奉当天，司礼是食生油长老，其他的服侍请当天家己来注意。本会消息。今仔日2堂礼拜，咱有举行中保大岛事工第53期大岛同工祝福彩排礼，也阁有第8期幸福小组祝福彩排礼。今仔日也是总会普世事工纪念主日，请咱做伙为着这的事工来大岛。第4，咱定伫下主日9月14号要举行王武聪牧师陪灵会佮小组事工的研讨会。咱欢迎兄弟互相邀请，2堂的礼拜拢参加。第6点，本会定伫9月21日召开长级甲首长的联席会，请同工来注意这个开会的时间。第7，要迎接教会50周年，咱有要举行篮球的联谊赛，咱欢迎。伫9月28号礼拜日下晡，伫中营中学来举行。欢迎牧区小组团契甲兄弟踊跃报名参加。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报告。兄弟姊妹，我做一个提醒吼，就是讲，咱后礼拜吼，有即个王武聪牧师为着咱庆祝49周年吼。
伊来到我咱中间有2场的培灵会。第一场要讲，转去到起初的呼召；第2场要讲，转去到起初的教会。因为伊吼难得来啦，所以要讲2讲拢无相像。所以兄弟姊妹，若你时间会好势，鼓励你吼2场拢参加吼。中午啉一个咖啡，再搁起来安尼吼。伊下晡呢要搁留伫遮来举办咱一个为着50周年的系列啦吼。要分享迄个小组事工，咱嘛鼓励咱教会的小组的同工来参加，来听看人遮专家安怎甲咱分析。若会友讲我嘛要来听看卖呢，早起听了下昼食饭饱，我要搁来2点开始，咱伫即个伫教会遮举办，有请陈建甲牧师、佮王武松牧师，要甲咱分享迄个小组事工安怎运作。安那来建造一个互主所祝福的小组，所以请会记哩后礼拜咱2场礼拜时间也好势，咱大家准备好来参加若鼓励兄弟大家做伙来。佮另外佮一个灵修会，就是讲佮落去的9月20拜六的一张图卡佮一张，迄个就是要由环球圣经公会合办就是有一位吴宪章，有即个图卡无？咱的。有吴宪章教授要来讲，可以靠近我一点。约拿书甲马勒基书的培灵会，马勒基书培灵。咱请兄弟会当来备办心，就是拜六早起。咱上年因要配合即个聚会来听所以伫礼拜当中，咱嘛要请外口的兄弟来参加请大家备办心，咱即个无论是传福音的季节，嘛是一个培灵的季节咯搁一个，咱小等的咱要礼拜煞，请咱留几分钟，咱要为着9月份的受请来祝福搁另外一个小报告，就是讲咱欢迎兄弟来订即个2026年的信仰周历的手册，就是一本水水的周历手册，内面拢有教会事工你若感觉讲即个册，你还搁惯是用手写的记录簿，请会记哩，咱伫1楼有一个迄个公布啦，有2色即黄色即青色的，咱签名看几本，咱会当替你订咱袂请遮个核心同工啦核心同工你嘛看一下，看2色爱倒一色，咱核心同工嘛会准备，甲你准备即个手册。搁来是咱真欢迎咱教会出身的新学生吴正景兄弟对即礼拜开始要伫咱教会服侍一学年，咱请正正站起来，阮家鼓励欢迎一下好无？嗨！正正已经读新人医读2档伊讲最后1档留到咱教会服侍一下安尼，佮担着迄个服侍的滋味。因为即下搁来毕业都毋知要派去倒位安尼，无一定去山边海角，嘛有可能去平湖都袂当伫咱富强担受迄个安尼温馨的时间所以伊足珍惜啦，所以最后1档要伫咱遮实习咱搁甲拍拍鼓励，谢谢，请坐。咱上时嘛要恭喜啦咱即马线接要来读新人医的，就是咱静瑜小组长，来，搁甲拍拍鼓励一下伊即马比正正的学妹伊即马开始要读尔伫咱的男神咱即马有足侪新学生真好嘛有人去修迄个专科的，比如社会啦也是音乐的这拢真好，因咱新人医伫咱内南尔真方便牧师搁做一个补充报告，就是讲咱汉拿小组对拜二开始已经在运作暂时伫即个咱信上长咯，因迄间白屋啦讲白讲敢伤大间，讲白屋啦伫遐聚会足温馨的，若有人周间日时你要参加小组，咱来找咱的持宝老师搁另外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讲咱10月基甸牧区有要准备组一队底宣队要去泰国北部迄个所在传福音啦，底宣因为有个兄弟讲我要为泰北奉献因为咱本来伫泰北就有一个专款咧为着因奉献，但是你若是要为着即个底宣队，你就要注明讲是底宣队，尼较袂难做伙就对啦。底宣队要出门嘛咱就为着因纵行的奉献。搁另外原来旧的
太白奉献。所以你若要写讲为太白，就是为着旧的，啊为着底宣队，就是新的哦吼。这点甲咱做提醒。最后无需要甲咱做介绍啦吼。咱伫即个投影片有写着，就是讲咱的即个王武宗牧师后礼拜要咱中间吼来宣讲。啊，伊最近吼有足认真用着本土福音，就是讲安怎甲人传福音吼。啊，用本土的语言来甲人传福音。啊，我鼓励咱幸福小组啦，迄个地会啦，有需要的兄弟会当来甲伊买即个来看吼。啊，伊有寄100几份来啦，啊1份才150块尔，6本才150块啦吼。这也是咧推广。啊，这个是叫做本土福音的小册。啊，拢做6本啦，是都6本呢？就是这6本吼。这6本大概简单讲吼，伊即个小册足薄，像安尼6本嘛吼。咱即个题目我读互咱看一下。第一本叫做《人祖归宗敬拜真神》，就是讲要甲人解释祭祖的问题。啊，这本小册你读了，你就会晓甲人解释啊。第二就是咱即礼拜所拄到的即个平安月啦吼。伊讲普度众生唯靠耶稣，吼普度众生。啊，所以咱知影讲啊，咱对民间的民俗吼，要哪甲人讲普渡，甲咱耶稣会当普渡啦，吼。第三本就是讲撒旦的谎言宗教的起源，就是来揭穿这个撒旦的伎俩，吼。第三本，第四本行善积德，能否得救？咱定讲啊，我著做好事就好啊。啊，伊要甲你解释讲行善得救的迷失啦，吼。第五。讲收惊祈祷是教会官兵，吼，咱定讲啊，我拄惊到，我要来收惊，来教会收惊就好啊，毋免去到庙里啦，吼。啊，第六，否定中的肯定，咱定会拄着苦难。哎呀，明明这个人遮好，啊，哪会拄着这？到底什么原因？伊会解释。啊，所以6本吼，实在是咱毋但要传福音啦，你感觉买一组转去厝吼，好啊读，你会足了解讲咱台湾这个风俗文化要哪甲人传福音啊。一套吼150块尔，毋是牧师推销做生意啦，是咱请伊寄150份来，要伫后礼拜要来推广，啊，佫有小组事工嘛吼。啊，你若要会当先去甲咱的干事吼，咱有寄来啊，干事一套150块，啊，欢迎咱大家鼓励，啊嘛送人朋友来看吼。当然你若看了，甲人解释是上介好啦吼，用安尼甲咱做补充，好，多谢。这声音上演388首，永光归圣杯上帝。音时煞，请牧师接导，请起立。永光归圣杯上帝，永光圣行，诚心三位一体，早地。现在的地，将来也永远的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顶头圣神的施恩赐福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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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咱准备等下来做庆生，圣歌队来唱祝福的诗歌。
愿了花使恁平安。即时咱要为着9月份的寿星来做祝福吼。咱伫即周报内底有正百位是9月份的寿星，咱请徛起来好无？徛起来，阮甲恁祝福带倒。啊，然后吟诗，即个祝福的诗歌唱了，咱要请咱的向耀会长老来代表来吹蜡烛。迄蜡烛佫失去啊，款吹电风，电风去吹失去啊。来，咱来吟生日快乐歌。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咱请耀会长老代表100位的寿星来分蜡烛来，拍拍，鼓励，嘿。好，咱为寿星来祝福祈祷，再来离开啊，咱来祈祷。主，我哋上帝感谢你，9月份就是一个秋天到的年月。主啊，感谢你有正百位的寿星伫9月份来出世，拜上帝，因拢经历了上帝你逐个时阵的同在陪伴甲照顾。愿你祝福因，无论是年纪大还是少年，上帝赏赐因平安、喜乐、健康，特别有主你的话伫的中间，行出主耶稣基督的款式，我为主做见证，伫工作、伫生活、伫事业。伫家庭、伫健康，拢有上帝你奇妙的固守，也互因逐日唱出阿乐感恩的诗歌，有主的同在，行头前的下步。愿你也使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大家伫这个平安的7月，大家拢领受上帝你奇妙的保守，互阮唱出欢喜感恩的诗歌、快乐的诗歌，互边仔的人知影，阮有主通靠，心内有平安甲喜乐。我要转去路站，求你保守阮一路拢平安。感谢祝福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咱甲隔壁祝福，愿你平安，多谢。